我在先前說過，當日謝偉俊和田北俊均有意參選立法會主席，但因涂謹申參選，建制派便只有團結，只派一人去選，結果梁君彥便當選。這條法則，相信在行政長官選舉也會繼續適用。因此，如民主派也派人參選，相信建制派也會只有梁振英一人參選，故而梁的當選也是必然。但據我所知，這一次民主派很可能不派人參選，以免被冠上為689助選的惡名。如此一來，建制派便有可能派人參選，和梁振英競爭了。報道說，中央政府傾向於2至3人的競選，換言之，除梁振英外，只有1至2個參選人。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。其實，中央政府可不介意有幾多個參選人，100個也不相干，但拿到足夠入閘提名票的，則不會超過3人。我並不認為現時唯一在台上的胡國興可以拿到足夠的提名票，因此，我也並不認為他能算作是那2至3位參選人之一。至於大家認為的大熱門，財政司長曾俊華，我認為他當選的機會率是接近0。第一個原因，當然是因為他是曾蔭權朝代的人，由他去當行政長官，豈不是層朝復辟？第二個原因，則是假如當日政改方案通過，結果就是今日將由他和梁振英一起入閘，交由全民普選，結果不消說，曾必然以大比數勝出。然而，政改鬧出了雨傘運動，結果轟烈地被否決了。如果今日依然是由曾俊華當特首，這和通過政改又有何分別呢？所以，曾俊華一定不能當選，否則中央政府咪好無面。第三個原因，正如有天我在某網媒所寫，中央政府對下屆特首的基本要求，是要好打得，強硬地對付港獨分子，以及民主派，硬任務就是推23條。這從他近日如何堅決地去處理梁游宣誓事件，便可得知。但在這事件中，曾俊華為保民望，全程縮頭不出。中央政府看在眼裏，必然信心大失，不可能相信曾俊華萬一當選之後，會全心全意完成以上的硬任務。因此，我認為，曾俊華已經失去了天命，支持他的人，只能怨明珠錯頭了。如果你問我，究竟會是誰去當行政長官？回答是，不是梁振英，就是一個比梁振英更強硬10倍的人。究竟這人是誰？回答是，中央政府必須等到確定民主派不會參選，才會把真命天子推出來。所以在可見的將來，都會換曖昧，強硬地對付港獨分子，以及民主派。硬任務就是推23條。這從他近日如何堅決地去處理梁游宣誓事件，便可得知。但在這事件中，曾俊華為保民望，全程縮頭不出。中央政府看在眼裏，必然信心大失，不可能相信曾俊華萬一當選之後，會全心全意完成以上的硬任務。因此，我認為，曾俊華已經失去了天命。支持日將由他和梁振英一起入閘，交由全民普選，結果不消說，曾必然以大比數勝出。然而，政改鬧出了雨傘運動，結果轟烈地被否決了。如果今日依然是由曾俊華當特首，這和通過政改又有何分別呢？所以，曾俊華一定不能當選，否則中央政府咪好無面。第三個原因，正如有天我在某網媒所寫，中央政府對下屆特首的基本要求，是要好打得，可能不派人參選，以免被冠上為689助選的惡名。如此一來，建制派便有可能派人參選，
和梁振英競爭了。報道說，中央政府傾向於2至3人的競選。換言之，除梁振英外，只有1至2個參選人。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。其實，中央政府可不介意有幾多個參選人，100個也不相干。但拿到足夠入閘提名票的，則不會超過3人。我並不認為現時唯一在台上的胡國興可以拿到足夠的提名票，因此，我也並不認為他能算作是那2至3位參選人之一。至於大家認為的大熱門，財政司長曾俊華，我認為他當選的機會率是接近0。第一個原因，當然是因為他是曾蔭權朝代的人，由他去當行政長官，豈不是層朝復辟？第二個原因，則是假如當日政改方案通過，結果就是今。我在先前說過，當日謝偉俊和田北俊均有意參選立法會主席，但因涂謹申參選，建制派便只有團結，只派1人去選，結果梁君彥便當選。這條法則，相信在行政長官選舉也會繼續適用。因此，如民主派也派人參選，相信建制派也會只有梁振英1人參選，故而梁的當選也是必然。但據我所知，這一次民主派很